Hello，咁多位大家好啊，Jimmy 仔啊，歡迎大家嚟到 Jimmy 馬前炮。咁啊，琴日出條排位片啦，咁啊講咗第7場啦，咁就包括兩隻大熱門啊，潘頓雷神咁啊，瑞木啊，福晉呢啲，咁啊搞咗3隻啊，咁啊勝在當下做馬膽，咁另外就戰勝攻略啊，同埋嗰一隻驕陽紅心啊，咁就琴日嘅推介嘅。咁啊，今次馬前派嚟講有賠率啊，咁就推介多2場啦，第8、第9場啦，咁就俾大家就買下馬 T 啊，或者買條第2號3波都可以啊。OK， 咁啊第8場啦，開始啊。因為第8、第9場比較亂局少少啊，咁大熱門嚟講都係差唔多5倍兩場都。咁啊第8場嘅大熱門就係10號啊，棒棒堂啦，即暫時嚟講4.7倍。另外就第9場就係4號嗰隻太陽勇士嘅，咁就布文希斯4.3倍啊。咁就正常嚟睇都係一啲比較難捉摸啲嘅場次啊。咁啊第8場啦，跑呢個3班1200米嘅。呢一場講咗幾多路程專家啦，有一隻未跑過谷數1200嘅9號啊，閃光燈啊，呢隻馬而家輕磅都幾着數嘅，其實都步出形勢方面呢一場咁就7號啊，呢一隻關鍵所在啊，場快放。咁另外就任我家興啦，上次嚟講就31倍啊，最尾跑第2。電信巴打啦，無險都隨於食呢隻喺前面走嘅。咁另外小霸王啦，1號啊，一隻黃寶利奇喎，今次會唔會放頭咧？因為呢一隻馬其實之前嚟講，似嗰啲擺喺啲前面走嘅位置贏馬㗎，即係上季咁樣，咁就蔡明少嗰時91分。咁今次嚟講換到黃寶利，咁就會唔會用翻即係當年贏馬嗰種姿態去跑咧？因為之前嚟講今季都係啲後上為主嘛，咁啊今次嚟講睇下小霸王點樣發揮啊？呢個策騎指示係點樣？咁就預計步速方面就中等步速啦，預計 OK。1號啊小霸王啦，呢隻馬當年啊犀利啊，5歲嘅時候騎過幾場1級賽啊，同埋咩維港智能啊、金鑽貴人啊、加州星球啊、福日啊呢啲短途嘅精英馬都鬥過啊，咁就慢慢而家佢7歲之齡就分數減到180分啦，即係由本身100分嘅分數咁樣，佢有80分。今次嚟講落翻嚟，而家跑呢個3班1200嘅，即係有啲英雄昔日嘅感覺啊！咁就專門黃寶利騎喎，減7磅喎。咁啊，告仔同黃寶利今季嚟講都幾多手影嘅喎，騎你配搭唔錯啊，幾隻都爆咗大冷。咁啊，前次跑呢場2班1200有啲前一次嘅，咁就到7分08秒95嘅時間啦，咩輕磅喺2班嗰度，走勢方面係有嘅，緊輸俾嘅翠紅啊、勇敢巨星啊、勁進輝煌等等嘅馬。咁呢一隻馬嚟講啦，而家落到3班，即係減埋咗7磅。牌面上嚟講係呈線啲啊，抽咗2檔，仲要128磅，係要揀嘅小霸王，基本上真係好強。跑法方面，而家佢7歲之齡啦，應該擺前少少好嘅，即係用翻之前贏馬，即係上季贏馬嗰時嘅姿態，唔好留咁厚咧，留咁好難追啊。雖然私家3賽道的話，直路方面都唔短嘅，但係擺前少少就着數啲嘅。以黃寶利嗰種騎法的話，呢一場嚟講要揀下小霸王，因為分數減到差不多啊，同埋狀態嚟講開始有嘅隻馬，咁啊高東嚟玩黃寶利騎呢隻馬都絕對要留意嘅。基本上72檔係得好跑啊，1分08秒95亦都係呢一場嚟講唔錯嘅時間啦。咁就一隻馬要揀嘅小霸王。咁另外2號啊，志滿同行啦，文家良馬房啊，潘頓啦，咁啊繼續騎翻呢一隻馬。今日騎過4次喎，今次講第5次喎呢隻馬。咁就基本上每一次都係唔係2倍跑啊，3倍跑噶啦，飛數非常之足夠。咁就前次贏咗馬嘅69分嗰時潘頓啦，咁就1分08秒49啊，時間嚟講好好。咁啊贏完馬之後去咗77分啦，上場講跑第2啊，走勢方面依然好強。咁啊輸俾快活英雄啦，一放到底快活英雄，咁就之後就報咗呢一場啦，拖咗大半個月咁樣。咁啊中間嚟講啦，呢一隻馬就去咗從化啦，咁就操練功夫對板跳咗2課翻嚟之後，翻嚟沙田之後潘頓即刻攞翻嚟跳咁樣。如果睇牌面操練同埋成個狀態嚟講，呢隻馬都係好強㗎。雖然咩135磅啦，上次啊走勢方面都冇前次咁好啊。咁今次嚟講133磅抽咗4檔，咁就操練功夫對板拖咗3個星期。呢隻馬最近嘅狀況嚟講，呢一場真係除非真係包拗頸㗎，馬都要揀喎呢隻馬都。咁啊，今季已經贏咗2邊㗎啦，咁到而家會唔會第3邊呢？都幾有機會嘅呢一場嚟講都。咁就志滿同行嚟講都要揀埋呢一隻的㗎啦。OK。
即係3號啊，騰龍4海呢隻馬嚟講上季成5 win 嘅喎，民間嘅時候5 win 噶，即係本身由4班46分贏到去3班80分㗎，上季嘅時候啊，咁就今季嚟講轉倉啊，啱啊民間嘅馬房啦，轉咗黎超升馬房嗰度，咁啊今次係榜利上陣啦，咁啊唞咗都成4個月咁上下啦，1月4號去到而家咁樣，咁就之前出賽嚟講啦，即係拉屎嗰場泥地啊，咁就包尾而回啊，咁就跑泥地始終真係唔係咁擅長㗎，騰龍4海。咁就從化操練咗4個月啦，試咗2課習嘅，咁得奧爾文親試啊，1000嘅草習同埋1200米嘅草習啊。成個狀態望落去真係唔係咁夠跑，始終個狀態唔係真係好好啊。咁就而家去到74分，可能真係要減一減分先呢隻馬到。今次轉奧爾文機會方面又唔算係太大。OK， 唔揀啦呢隻馬到。4號啊，金牌換嚟啦，貴福特馬房揾阿布文騎呢一隻啊，金牌換嚟。咁就上次嚟講田泰安騎啦，咁今次嚟講轉阿布文。其實上次嚟講就走勢嚟講唔差㗎，輸個零馬位跑第3嘅，最尾唔斷喎。所以快活英雄啦，至滿同行啦，咁啊1分09秒58㗎，最尾唔斷，即係前面頂分23秒35嘅末段時間唔錯啊。咁今次嚟講轉阿布文出到7位，咁啊重帶翻呢個羊毛面箍，因為田泰安就去咗騎11號嗰隻馬達啦，咁啊本身馬達都係布文贏過嘅，咁就可能輕磅啦，布文做唔到磅啦，話田泰安騎，咁啊金牌換嚟反而就由田泰安就落喺布文手上，即係2隻馬對調咗稅權。咁所以金牌換嚟4月22號啊，埋門贏跑完嗰一次之後啊，咁啊中間嚟講拖咗大半個月啦，咁就喺沙田嗰度操練，咁就操練功夫啊略嫌就合格以上啦，即係我哋覺得都足夠嘅。咁就今次轉咗布文騎，其實呢隻馬嚟講咧，布文都騎過啊之前，咁就嗰一次嚟講走勢方面係比較欠佳少少啊，留太後咁樣。呢隻馬今次策騎指示的話，以7檔啊，應該就唔會留咁後嘅，可能去翻上次田泰安騎嗰種跟喺前面嘅跑法會比較恰當少少。咁就呢隻馬就4重彩啊，4連環要拖埋嘅配腳啦，金牌換嚟。OK， 5號啊，人和家興啊，希斯馬房揾阿班德嚟騎。上次嚟講啦，咁啊爆冷啦，31倍跑到第2啊，咁就嗰一次嚟講啦，4月8號啊，咁啊僅次於呢隻超眼光啊，咁啊咩咩怪跑第3啦，呢隻跑第2啊，人和家興。嗰一次嚟講對手方面就比較弱少少啊，當然係。咁就之後又跑呢一場啦，啱啱爆完大冷，透過個零月等操練功夫就正常啦，佢話係班德拉又摸到10倍隻馬度，咁啊快跳啊、踱步啊，全部佢一手一腳包辦。雖然放山田泥閘喎，前面走嘅成隻馬嚟講都冇乜點用過力嘅，咁啊比較順跑少少成個狀態嚟講。今次啱啱爆完個大冷，再報翻呢一場，我自己覺得啊，暫時睇下賠率先。呢一隻人和家興啊，10倍開跑喎，咁就唔係開跑，唔係10倍開跑，10倍暫時賠率。非常之熱啊！唔揀呢一隻馬，始終啱啱爆完冷門咧，再跑翻好似即係咁熱的話，就比較推熱先啦。等呢隻人和家興，唔揀呢隻馬到6號啊，福星小子啊，蔡約翰嗌少禮。咁呢福星小子啊，4個字啊，贏到你唔信啊！今季咁就包辦4 win，去到3班嘅時候加一格沙之後再贏多一次。咁而家分數有69分啊，生涯最高啊，係咪真係浪浪地啊分數？暫時嚟講就出10檔啦，難跑喎10檔得唔得呢？最近呢一次走勢嚟講比較一般少少，1分09秒98咧，隻馬有啲攰啊，睇得出到咁就今次嚟講阿少出嚟騎翻，但我覺得差不多係時候噶啦。咁就上次嚟講外檔啦，全程走外搭咁樣冇乜點跑過啊。咁之後嚟講啦，佢都重翻嚟講，操練功夫對版嘅，先係放千二泥閘咧，成隻馬落成個走勢方面都又有餘勁咯，佢話係。我自己略嫌就外檔少少啊，同埋一隻馬去咗呢個分數嚟講，差不多係時候就盡噶啦，即係本身由差唔多去到5班41分，即係贏到有69分，都收夠醜噶啦。唔揀福星小子啊，7號嘅關鍵所在啊，沈集成馬房黃之雲，我只覺得呢一隻馬咧，今次嚟講啊，位置啊，我覺得位置或以上嘅機會頗大。因為黃志雲最近都比較搏命少少啊，呢位騎師度，因為最近啲馬都少咗啊，因為莫雷拉嚟到香港之後，啲棒棒堂呢啲咧，
即係雖然本身唔關黃志雲事，但係如果唔係一莫雷拉，你話可能呢隻馬輪到佢騎都唔出奇。咁就關鍵所在喺呢隻馬度。咁啊，黃志雲今季嚟講都基本上都係11嘅包辦㗎啦。由上季季尾去到今季嚟講，即係黃志雲都幫呢隻馬贏咗3 win 㗎。咁就而家去69分，但係呢隻馬其實好似上場咁樣，雖然抽到1檔啦，咁就途中就即係緊輸咗俾嗰隻奸人勇將啦，即係。奈何最尾咁啊，大重飛，本身飛價20幾倍打到7.9倍開跑關鍵所在，但依然都跑失咁樣。咁今場有抽到8檔，又唔係咁易跑嘅關鍵所在。我即係覺得都唔揀呢一隻算啦，始終都雖然呢隻馬嚟沙田嚟講係幾好嘅，嗱谷草跑絕對真係虎落平陽嘅，基本上你沙田都同一班高手跑過，之後跑谷草近呢2次嚟講走勢方面都唔差的話，咁有啲覺得可能第4選呢啲關鍵所在，咁就頭3選其實都揀錯㗎啦，咁就頭4選啦呢隻，咁就暫時嚟講就如果如果買3隻就唔揀呢一隻，第4隻係揀呢一隻啦。咁就8號啊，電信巴打隨魚石馬房咁啊無險動呢隻馬就同埋另外一隻人和家興都係啲年老分子㗎啦，9歲咁樣，咁啊分數一路減啊，由91分減到68分。咁就今次嚟講佢速成跑呢一個谷草1002啊，咁就都唔揀呢隻馬，始終都真係比較退步明顯嘅馬。再抽到11檔啦，咁如果抽到內檔，其實都有啲難味嘅呢隻電信巴打都，因為比較即係今季嚟講啦，睇賽績的話，其實1002都跑過一次係唔錯嘅，咁就有走勢嘅，咁啊同無險東都幾夾幾隻馬到，但奈何今次嚟講就11檔啦，難爆啲啦，賠率方面而家就15倍都出奇地熱啦，呢隻電信巴打。O.K. 9號啊，閃光燈啊，丁冠豪馬房巴道啊，呢隻馬今次係首次轉跑谷草1200米嘅，本身嚟講都係沙田1400嘅專家嚟㗎，咁就分數朗朗地啦，由60零分咁樣啦，今季咁就跑過幾次，如果去到61分啦，咁啊今次嚟講啊，巴道繼續騎翻呢一隻馬喎，咁其實啲閃光燈咧，雖然未跑過谷草1200，但係其實睇翻血統的話，其實跑馬啲都可以喎。呢隻馬都冇係嗰一邊，呢隻馬未跑過谷草1000，就跑過谷草1650啊。走勢方面都平庸啦，佢話係。咁就速度嚟講唔算係特別快嘅閃光燈，咁啊後上跑法啦。我巴道繼續騎翻轉跑谷草1000，我都唔揀呢隻馬。咁就始終真係睇下個速度嚟講下如何先啦。我覺得1000嚟講略嫌比較短啲嘅，始終覺得。即係如果跑谷草都補1650會好啲咯，1002就比較短少少。O.K. 唔揀隻閃光燈啦。O.K. 咁就10號啊，拍馬堂啦，方家拍馬房雷神呢隻馬其實咧，即係4班嚟講啊，殺晒啦，今季係3邊啦。咁啊上場講首次啊升過上3班，咁就雖然第一次跑3班啦，咁就依然成個走勢嚟講唔錯，1分09.69啊，即係僅輸俾你家人勇將啊，關鍵所在。咁啊初嚟跑3班都係適應下個步速啫，咁啊嗰一次跑完之後嚟講啦，唞咗1個月度啊，出年嗰科好對把個方家拍，咁就親自嚟講呢隻馬咧跳咗幾課同埋方糖冇事啊，咁之後就先買翻泥閘啊，1002買黃志雲試啊，咁就隻馬咧可以話煥然一新喎，咁就3倍咁就去到3班咩116磅，呢隻馬要買嘅拍馬堂，咁就跑法方面啊，咁就跟前少少為主啊，都係啲跟前馬嚟，即係跟住即係關鍵所在啊，咁就金牌換力啊，任我嘉興呢啲馬跑啊，可以選擇呢隻馬。抽下9檔方面，但係盤率方面都唔係冷門㗎，雖然抽外檔少少，暫時講4.5倍啊，咁就我覺得可以考慮隻劈馬堂度。O.K. 11號啊馬達啊，咁啊田達安就唔騎嗰隻4號隻金牌護力啦，咁啊轉移騎起隻11號嘅馬達。呢隻馬達嚟講啦，咁啊前次啱啱人完馬啦，55分，咁啊升到上啱啱上次60分啊，8.3倍嘅嗰一場4月15號嘅谷草1002啊，跑翻第3嘅喎，都幾犀利嘅呢隻馬都。呢隻馬達就4班唔幫60分，翻嚟報而家3班咩輕磅，咁啊短短1個月都唔夠時間，重咗成23磅都頗多，而家成1189磅啦，即係馬身嚟講都算頗為大隻啦。咁就跑完嗰一場之後，中間嚟講唞咗大約都成大半個月到啦。初練嗰科對板跳咗成5課咁樣，
哇！田達安騎呢一隻抽一檔之利啊，咁啊跟前都幾好跑嘅，1分09.74嘅最佳時間，呢個前次贏馬嗰度做出嚟噶。咁就嗰個田達安無畏嘅最近都真係好似呢個如水交七咁樣啦，啱啱就贏完嗰隻一鋪掂晒啊！咁之後再數翻之前嚟講啦，贏過一隻斯維騎士啊，咁基本上嚟講都即係騎練配方面係好理想，基本上最近咁就今次嚟講馬特玩田達安騎，我覺得可以考慮呢一隻馬，同埋呢隻馬暫時嚟講啦，賠率方面都唔算話得太熱門啦，10倍咁樣可以考慮嗰隻馬達到。咁另外12號啊，仍然威風啊，12檔啊，伍鵬志，我覺得潘微輝騎呢一隻馬，咁就呢一隻馬嚟講啦，去到3班都唔係好夠跑噶啦，落翻4班先再揀啦，唔掂一隻啊都仍然威風，仲要抽12檔，咁啊減滿2分落翻4班之後再考慮。OK， 咁基本上頭3選我都揀咗啦，即係1號小霸王，2號嘅智滿同行，咁啊10號嘅棒棒堂，咁另外11號嘅馬達，咁另外就次一邊嘅選擇就係4號啊金牌換力啦，咁就7號嘅關鍵所在，我只覺得都係呢6隻馬跑或者範圍之內嘅馬。OK， 咁啊6隻馬嚟講 ，OK 馬膽的話咧都係2號嘅智滿同行或者10號嘅棒棒堂，10號棒棒堂我會略嫌稱先少少呢隻馬度，咁就因為操練對版，呢方家牌嚟講，因為操練功夫真係少有，同埋上次嚟講先考步速嘅，咁就今次揾阿莫雷拉繼續騎翻呢一隻，就覺得好對版。雖然抽過9檔，但係我自己覺得都呢隻馬都比較穩膽少少啊，10號嘅棒棒堂。咁另外就智滿同行方面就最近嚟講都唔係2倍開跑，3倍開跑，暫時睇盤率就5倍啊。咁聽日嚟講應該都會熱翻少少嘅隻棒棒呢一隻智滿同行，但係拖腳啲位就唔可以唔拖。咁我會略嫌馬達會好少少啊，即係直播率方面，因為馬達呢一隻馬就無畏嘅田達安啦，一鋪掂晒，同埋呢隻馬唔報4班報3班，寧願咩輕磅作戰，咁啊上場嚟講就跑到第3啦，走勢唔錯嘅。今次嚟講115磅抽到1檔，我覺得好跑嘅。咁就馬達可能做咗次選啦，第2選馬達，因為智滿同行太熱門啦呢隻馬都，我會排後少少。另外小霸王都係，即係黃寶妮買到5倍真係好難選擇，所以呢隻馬係超班，但係黃寶妮第一次騎唔騎得掂呢一隻小霸王呢？真係有個疑問喺度啊。咁就第2，其實黃寶妮買啲熱門馬就真係唔係好推介啊，冷門啲都還可以，熱門真係唔揀。咁就同埋呢隻馬都即最近開始減分啦，雖然走勢係有，我覺得慢慢減分減到而家跑3班，咁就會唔會繼續減落去啊？定係即刻會復甦，即刻會搏殺呢？其實唔知，好多不安因素。咁就5倍盤率就唔揀呢隻小霸王啦，雖然狀態係有。咁啊第4選可以揀埋7號嘅關鍵所在，呢隻馬上只係跑第2啊，同埋黃志雲都幾夾。黃志雲都係即係今季目前嚟講，或者今季嚟講到3個月嚟講都係比較中心啲嘅騎師嘅，即係可以考慮買嘅騎師。咁同埋啲關鍵所在都依然都上升空間嘅分數方面，抽到8檔咯。咁就揀3隻馬啦。綜合馬直磅率啦，即係綜合埋而家賠率，咁就揀3隻就係10號嘅棒棒堂，咁另外就拖2隻腳啦，咁就係7號嘅關鍵所在，再加埋11號嘅馬達，咁就咁樣買，都有啲賠率嘅，馬達都係10倍，關鍵所在係10零倍咁樣咧，依隻棒棒堂咁樣雖然熱門啲拖嘅話都有啲肉食嘅其實，咁就10號啊棒棒堂拖7號嘅關鍵所在，同埋11號嘅馬達。10拖71，10拖71，咁啊快快脆脆咁講埋第9場啦，揀3隻馬啦。因為呢一場嚟講咧，有幾位練馬師都有2匹坐騎啊，沈集成啦、喜年勇敢、智取神區。咁另外就呂勁威啦、競速威龍啊，咁啊何澤堯喎，咁就之後就仲有啲包裝復成。咁另外就仲有一位練馬師得2匹坐騎啊，方家柏、他爾穩，再加埋莫雷拉嘅平凡騎士。
一場講出馬11隻啦，咁啊快快地啊揀3隻馬啦。前面冇乜步速㗎，咁啊太陽勇士一隻馬喺前面放啦。咁3號嘅智水神區隻馬都唔係前面放嘅，留喺後少少嘅。今季咁樣跑啊，飛來僥倖啦，啲跟前跑法嘅。咁啊馬膽方面啊揀4號嘅太陽勇士啊，大衛希斯馬房啊，布文繼續騎翻呢一隻馬，因為呢一隻馬其實最近嗰個報名方法都係一場沙田一場谷草，一場谷草一場沙田咁樣隔開。呢隻馬其實跑沙田嚟講都唔使點買㗎啦，咁啊跑谷草嚟講就非常之要買喎。咁啊上季3邊咧全部都由谷草1650包辦㗎，咁啊今季嚟講跑得最好都係谷草1650啊，谷草1800米為主，同阿布馬零舍格嘅呢隻馬，咁就分數嚟講一去到96分啦，6歲馬，但係呢隻馬依然都進步空間㗎。咁就上場嚟講啦，跑完場谷草之後跑沙田啊，隔一格沙。咁冇乜走勢，咁就飛速方面就都係一般啲啊，咁就表示啊，布文咁就坐騎在領放下受追逼，咁就因而喺個直路上面未能以勁勢衝刺，咁就獸醫檢查啦，並無發現任何嘅不當之處嘅。咁之後轉跑翻嚟谷草1650啊，首班路程，咁就中間嚟講唞咗成2個幾月嘅喎，呢隻馬都即係由3月8號跑完場谷草之後咧，咁就唞咗成2個零月方面啦。咁啊操練功夫係對版嘅，咁就希斯啊安排呢隻馬去咗從化嗰度啊，操練功夫係由頭再做過啊，咁就跑2課習嘅，第一課從化千二草集啊，咁呢隻馬沿途跑翻最擅長嘅跑法啦，跟前咁樣咧，同埋呢隻包裝天象啊、合夥奔馳等等跑咧，走勢方面係幾好嘅。咁啊 C.V. 埋嗰課埋滿第2課習啊，都係從化嘅1000米草集。咁呢課習啊，同埋呢隻啱啱騰龍四海啊，競進輝煌士嘅課習嚟講，都依然都好靚啊，成隻馬身狀態。咁啊，今次翻返嚟香港報呢一場啦，最佳時間翻37秒84啊，咁就一時間嚟講唔錯喺呢一場嚟講。咁布文繼續騎翻呢隻馬啦，咁啊沿途冇咩發放馬喎，一場都咁就太陽勇士咧都。控制住個步速嚟講都幾好跑嘅，咁啊做馬膽太陽勇士4號，咁啊第一隻配腳方面就揀即係有2隻馬跑過練馬師啊，呂建威2隻馬其實我都覺得一般少少啊，沈集成要留意啊，2號嘅喜年勇金係我第一隻配腳之選。呢一場嚟講，智水神區如無意外地都喺前面嗰度控制住個步速㗎，咁就睇一睇喜年勇金點樣發揮嘅，即係扣女嘅威力就喺呢一度。喜年勇金嚟講啦，絕對係谷草專家嚟啊！咁啊分數而家100分啦，咁就本身就去到100幾分啦，都回落咗幾分嘅，即係103分咧，咁啊回落少少咁樣。咁就本身就近呢2次嚟講啊，報沙田啦、1600啊、1400等等，冇咩走勢啊。但係今次嚟講轉拍翻谷草，我覺得可以留意呢一隻馬絕對。咁就路亞專上啦，谷草1650。咁今季嚟講都贏咗2 win 㗎，咁就92分贏到103分。咁就上次跑完嗰一場，我自己形容為熱身嘅沙田1600啊，因為布浩榮第一次騎呢隻馬嗰一次，即係攞下嗰種即係人馬配搭嗰一種熟悉感覺。咁啊轉拍翻谷出嚟講有加分嘅絕對。咁就埋滿之後跳嗰課啦，即係幫佢咁樣之後報呢一場，抽一檔啦，好跑嘅隻馬都依然 keep 住個狀態嘅。始終谷草嘅呢啲路程嚟講咧，喜年勇金絕對係要留意嘅隻馬都。咁就而家6歲嚟講冇咩點退步啊。咁啊今季跑咗幾次谷草1650啊，谷草1800嚟講時間方面都理想嘅喎，即係1分38秒99啊，呢啲時間嚟講唔差㗎，喺呢場嚟講。咁就2班啦，咩134磅都夠咩嘅，呢隻馬到1200幾磅咧，全場最重嘅馬嚟。咁就有智水神區幫佢做一做步速，咁啊喜年勇敢都要留意呢隻馬路，又唔使留咁後嘅，可能喺啲跟前少少啊，啲700位咁樣咁上下跑嘅都好跑。咁啊第一隻配腳揀2號嘅喜年勇敢啊，暫時配得12倍啊，即係磅得幾高嘅隻馬度。第2隻配腳就揀方家柏㗎啦，2隻馬太易穩，平凡騎士睇佢出邊一隻㗎，基本上，因為2隻馬其實都有機會啊。
咁就泰爾穩嚟講啦，同阿黃志宏絕對合拍啦。咁今季嚟講贏過一場啊，即係87分嘅時候。咁而家慢慢分上去減到127分啦。咁就跑幾次沙田啦，今次就轉拍分谷草1650，都想搏呢一場噶啦。即係隨時嚟講，真係雙龍出海都唔出奇啊。咁就平凡騎士方面亦都係啦，即係本身今季季初嗰時班德禮幫佢贏咗場谷草1650啦。咁之後就補咗幾次沙田啊，1000、1600、2000咧，都冇咩走勢。咁啊，今次嚟講跑翻谷草1650，都係要留意嘅隻馬到。咁今次我配備方面係完全大執嘅喎，即係戴翻呢一個頭罩啊，戴翻眼罩啊，咁就戴埋呢一個交叉鼻箍嘅，即係完全係真係季初嗰時戴頭罩贏馬嘅。咁啊，今次嚟講戴翻頭罩，要留意呢隻馬到。咁啊，上次啊，即係4月6號跑嗰場沙田嘅1000嚟講啦，冇咩特別大走勢啊。咁之後就冇去重返，反而喺沙田嗰度勤操晚年啊。咁啊，首先有雷神啊，幫佢試咗課1002集啊，同埋小天堂啊、白鹿金剛等等試啊。成隻馬成個狀態講幾放鬆嘅喎。咁之後又跑咗場泥地啊1002集啊。咁就四方集嚟講得輕輸腳頭啊。咁就沿途睇睇佢個鬥心如何，咁即係冇人啦，仲幫佢試咗課細集加埋步5月7號啊，即係前幾日咁樣，同埋正本良心跳都幾靚，成個馬身狀態多。輕磅之利呢啲平凡騎士，真係呢一個月嚟講輕咗成40磅喎，頗多喎，即係啲肌肉開始翻嚟喎。因為呢隻馬其實之前嚟講啦，即係1月份跑完之後咧，去到4月份出翻嗰時已經重咗成50磅㗎，本身1020磅，即係變咗1070磅。咁嗰次當然冇咩走勢，咁即係又聽翻而家40磅，即係證明啲咩啊？證明狀態開始翻嚟呢隻平凡騎士。咁啊，雷神繼續騎翻輕磅之利，同埋成個側前嗰種狀態真係可以話係如水交出咁犀利。咁就絕對要揀嘅隻馬度，咁就揀埋呢一隻啦，一膽拖兩腳啦，一膽就係4號嘅太陽勇士拖2號嘅喜年勇敢，再加11號嘅平凡騎士。咁就係第9場嘅推介啊，3隻馬都一膽拖兩腳啊，第8場又一膽拖兩腳，第9場都一膽拖兩腳。咁就沿途再重複多一次啊，第8場嚟講啦，一膽拖兩腳的話，咁啊10號嘅棒棒堂啦，咁就係拖7號嘅關鍵所在，11號嘅馬達。咁啊尾場第9場的話，咁就馬達方面係4號太陽勇士啦，咁啊拖2號嘅喜年勇敢，再加11號嘅平凡騎士。OK， 講完，拜拜。